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没事的，阿姨。真的啊？嗯，真的没事儿。那就正好一起吃饭。啊，来啊，来，一起吃饭。你坐这儿啊。来，这。啊，儿子坐。来坐这儿。我回来了啊！爸，哎呦，今儿怎么这么热闹啊？不是，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啊，中秋节公司发了月饼，我给拿回来了。啊，叔叔好。哎，周晓，你见过的？啊，知道，好久没见了啊。哎，儿子，你这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哎呀，那儿子看到自己喜欢的人，肯定脸红的，怎么那么没有眼力见儿啊？不是，我儿子从来不脸红，这点像我呀。哎，不会是发烧了吧？真的挺烫，哎，你摸摸，你过来，哎。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没事儿吗？怎么就受伤了？伤口还发炎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哎，没事儿，就是不小心掉了个东西，砸了一下。你不知道躲吗？你们俩有事情瞒着我是不是？周晓，你跟我说，别怕他。阿姨，他救人了。这救人是好事啊，你吞吞吐吐的干什么啊？他从小就这样，做了好事啊，从来都不说。跟我说说，救了什么大人物？阿姨，你，他就是我。周晓，在我儿子心里啊，你比他重要。阿姨，我要不今天先回去吧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你看你，哎，那我送你。再坐会儿。哎，周晓，找着了，消炎药。过期了。是吗？这过期了吗？我这没。过期了。哦，我这眼花没看清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买药去呗。走，那阿姨，要不然我去买药吧。离这最近的药店也得开车。还是我们去吧。啊，是，你帮我照顾小周，别让他晕倒了，好吗？啊，那我们去了。啊，走。哎呦，头好晕啊！哎呀，那你先坐。